最近天气热，而且落雨了后较熬西芒糖，观众朋友都要注意。目前咱国内天狗热本土的病例已经有1031例，是创下10年来新高的纪录。其中台南有855例，是占上多。疾管署预估，接落来一礼拜，国内的胃病网啊会大大增加，呼吁民众都要斟酌摒扫环境，甲清理积水，才袂西芒糖啊。市府防疫人员全好装备，继续进行各项防治工作，并且伫室内室外喷药啊，加强轻度滋生源。因为国内天狗热疫情继续升温，本土病例已经超过1000到1031例，全国病例数是最近10年以来同期上悬。其中以台南市855例上多，国内是云林县130例，高雄市35例。屏东、台中市拢是4例，南投2例，嘉义1例。台湾在嘉义以南，主要是以埃及斑，主要喜欢待在室内，而且它的传播能力比较强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南部的疫情会比较严重。因为最近连续有杜苏芮加卡努两个风台带来雨大雨，而且热天温度悬、各湿各热，是芒糖滋生的环境。环保署推估一礼拜内，国内鼻霉蚊指数会提悬。也若上电视看到的两种鼻霉蚊是埃及斑蚊加白线斑蚊，尤其是埃及斑蚊传播天狗热的风险是比白线斑蚊较悬。伊个大部分分布伫咧嘉义以南，所以这个科学的风险是相对较悬。因若今年累计上10例本土病例内面，有9例重症，1例死亡。厉害的呢，会有出血性登革热，或者是休克性的那种登革热。这2型的这种登革热呢，都很容易发生住院跟死亡。医生讲，虽然天狗热这么有疫苗，不过根据医学的证实，若是感染到第1型天狗热产生抗体了，结果感染第2型，那呢重症的比例会增加，所以差不多拢无人治过。民众也是要做好资讯员的清除加氧气减量，降低天狗热疫情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